呢個彈緊搖克里嘅細路仔就係蔡和平。蔡和平係新加坡人，1946年出世。身為長子，佢有一個細佬，兩兄弟一齊成長。但新加坡已滿足唔到佢嘅志向，整個世界都喺度等緊佢。16歲，蔡和平自身前往澳洲。17歲，佢喺 Adelaide 嘅 ADS 第7台開始投身電視行業。當嗰部攝影機交到佢手嗰一刻，佢知道咗，呢樣就係佢一生要做嘅嘢。1967年，香港 TVB 啱啱成立，蔡和平加入咗 TVB， 員工編號34號，就係由呢度一齊開始。嗰陣時好多人都認為中文現場直播綜藝節目行唔通，永遠唔會成功。但係講呢啲話嘅人，往往都係啲唔敢追夢嘅人。歡樂今宵由蔡和平一手創立，每週播出5晚全程現場直播。呢個節目一播就係27年。蔡和平常說，冇人可以單獨完成所有嘢，呢班人一齊追夢，一齊做到咗。佢哋一齊改寫咗亞洲人睇電視嘅方式，冇佢哋今日嘅電視面貌可能截然唔同。蔡和平與無數名人交往，明星、政要、各界有志之士都曾踏足佢嘅錄影廠。1979年，中國嗰陣時並非人人都入得到中國，但蔡和平做到咗。佢嘅公司係全球第一間打入中國電視市場嘅傳媒機構。蔡和平常說，電視唔係關於嗰塊熒幕，真正重要嘅係熒幕前後嘅人。蔡和平製作過無數節目，但到最後最重要嘅嗰樣嘢，其實唔係電視，而係佢所建立嘅嗰個大家庭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有一班陪伴佢走到今日嘅人。有啲人因為佢個節目而相識，有啲人因為佢而成為朋友，甚至成為咗一家人。所以蔡和平最偉大嘅作品，從來唔只係電視，而係所有因為佢而聚埋一齊嘅人。